关心德鲁古国家公园管理处收到恐吓批，内底是放调讲要伫国家公园放8粒遥控炸弹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唔敢大意，赶紧全面巡逻。加在并无发现炸弹，嘛无发现个样。自阳明山国家公园故宫收到炸弹恐吓批了后，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也收到同款的恐吓批。泰管处处长信箱15早起收到信息，表示有8粒遥控炸弹安装伫个泰管处，要伫下晡3点引爆。泰管处马上向警方报案，由警政署保持警察总队9大队、泰鲁阁分队保持刑警大队调查。同时启动管理人员巡查，除了办公的所在，也佫包含园区步道、公共便所、停车场这所在，并无发现疑似的玻璃物。警方发现，这恐吓批甲顶礼拜出现的恐吓阳明山国家公园恐吓批正同款，内容拢正底，假配 IP 伫国外。警方认为嫌犯想要引起大家注意，才咧积极侦办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